身心放下皆圓明。公稿人：印榮法師。2007年，我喺南少縣護持一位出家師父。有一日，我哋佛七圓滿之後，同淨空老法師頂禮。當我拜到第二拜嘅時候，發願要師父上人加持，揾到一位名師同一個純正嘅正宗道場，我要去潛心修行啦。冇幾耐，有位善知識介紹我去社祇縣嘅來佛寺去拜肉身菩薩。到咗來佛寺之後，就有幸遇到上海夏賢老和尚。睇到老和尚，我就生起無量嘅歡喜心，就拜求老和尚收咗我呢個唔懂事嘅弟子。老和尚亦都冇推辭。3日後，佢老人家對我講：觀音菩薩同我講，仲有個徒弟要過嚟，跟住你就嚟咗啦。我聽到冇在意，以為老和尚隨便講下。旁邊嘅一位村民話：呢個老和尚好唔簡單㗎。有一次村上打井，打咗好多日都打唔出水。老和尚走去睇下，用拐杖指住一個地方講：你哋從呢度打，呢度有好水。佢哋依照老和尚講嘅地方打落去，果然好快就打出水啦。2008年初夏，因為啱啱發生汶川地震，又有傳言話南方某處又要有大地震啦，一時間搞到人心惶惶。有一日朝早，老和尚同我講：冇事啦，天人將無量壽經扶返正啦。我聽到一頭霧水，唔知佢老人家到底喺度講乜嘢。老和尚睇我唔明，就明白咁講：邊個方向有災難，我就見到無量壽經向嗰邊傾倒。尋晚我夢裏邊見到有天人將傾倒嘅無量壽經扶返起嚟，就知道冇事啦。同年夏天，有農民喺寺院門前將收割機打碎嘅麥徑點着咗，一陣間成個寺院都彌漫住濃煙，焗到人唞唔到氣。我走出寺院，講俾正喺度做嘢嘅老和尚知，話庭院裏面煙氣太大，焗到誦唔到經啊。老和尚聽到後，順手喺地下執起一個舊嘅膠袋，向南方揈咗幾下，口裏面念住向嗰邊去。真係奇怪，我再睇啲濃煙，又真係翻轉頭向南面飄過去啦。我激動咁向老和尚頂禮一拜，翻到庭院裏面繼續讀誦無量壽經。仲有一次，老和尚命令我喺庭院嘅菜地裏面挖排水溝。當時天氣連續好幾日嘅高溫，種嘅菜都旱到耷晒啦。喺寺院門前曬小麥嘅村民仲話電視上預報近幾日都冇雨落。我覺得
非常疑惑，心諗菜都就快要旱死啦，老和尚點解仲叫挖排水溝呢？但係為咗唔令老和尚發嬲，我就攞起鐵鍬走去挖排水溝。旁邊見到嘅人都笑我太傻，老和尚隨便講嘅都聽。點知第二日上晝就落出瓢潑大雨，一連落咗幾個鐘。由於事前有防範，所以菜地同寺院裏面都冇積水。我當時對呢件事仲係諗唔明，但係心裏面對老和尚就更加敬佩啦。同年初秋嘅時候，有一位姓張嘅老太太到來佛寺嚟探望老和尚，喺寺院住咗2-3個月。因為老太太都88歲啦，仲有糖尿病，每日要食7-8餐飯。老和尚就命令我專門照顧佢。聽佢講，佢嘅父親比老和尚大2歲，係老和尚細個嗰陣嘅玩伴。佢出生嗰年正好老和尚出家，但係佢父親一世都同老和尚保持住聯繫。我當時就覺得特別震撼，都話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但係老和尚同朋友一相交就唔止一世啊！師父將早晚課睇得好重，老人家慈悲，幾乎每日都要有意無意咁問我2次：做咗功課未啊？雖然係一句咁平常嘅說話，一直激勵住我勇往直前，直到依家。每當我稍有懈怠，我就會聽到好似師父又喺度問我：做咗功課未啊？2009年年尾，我一個人嚟到荒廢咗多年嘅圓明寺古道場，睇到一片荒涼破敗，我於心不忍，於是就發心恢復道場，喺呢度弘揚淨土法門。圓明寺距離來佛寺有100公里，因為圓明寺只有我一個出家人同一位煮飯嘅老菩薩，所以唔能夠時時返去探望老和尚。為報師恩，我隔一段時間就會接老人家過嚟呢邊住下。考慮到老和尚住樓上去廁所唔方便，我特別為老和尚起咗一間小屋，響間屋裏面裝咗坐廁。老和尚朝早一直都堅持好早起身拜佛念佛，喺圓明寺都係一樣。我留意到老人家嘅小房間每日都喺我哋早課之前就着咗燈，跟住就聽到佢老人家喺花園裏面念阿彌陀佛。本來老和尚係習慣金剛持，每次出聲念佛嘅時間都唔會好長，但係喺圓明寺就每日朝早都聽到佢老人家喺花園度經行念佛好長時間。每日食咗早餐之後，老和尚就開始揾嘢做，經常一做就係幾個鐘。我要去做嘅時候，佢老人家就會話：你唔好做啦，去念佛啦。我講：師父啊，點能夠
俾你老人家100幾歲嘅人嚟做嘢，我哋啲年青人反而去享受清閒呢？老和尚話：你念佛仲未練出功夫嚟，所以要多念，念到一定程度，無論乜嘢時候都喺度念佛，做嘢唔影響我念佛啊。2012年夏天，有幾個人想喺寺院掛單，老和尚正瞓喺床度休息。呢幾個人聽講係8歲高僧，都話要去房間參拜。老和尚瞓喺度，喐都唔喐，口講：我年紀大啦，間寺院就得任榮一個人，仲係個女眾，所以我哋呢度唔好客，唔可以掛單。我當時心裏邊覺得非常詫異，如果平時老和尚一定係好歡喜咁坐起身招呼客人㗎，今日點解會對人咁冷淡，而且講啲咁奇怪嘅說話呢？後來有知道內情嘅居士話我知，嗰幾個人係傳播邪教嘅。無論春夏秋冬，老和尚喺寺院裏面都能夠揾到嘢做，就連佢老人家往生前嘅個幾月，仲喺圓明寺劈柴、上樹、鋸樹枝。喺大殿旁邊嘅一塊大石頭上面，老和尚放咗上去一塊成1000斤重嘅石條，至今仍然令我大為不解。唔好話一個100幾歲嘅老人，就算叫一個健壯嘅年青人去做，亦好難做得到。而老和尚究竟係點樣將佢放上去嘅呢？老和尚最後一次嚟圓明寺，返去嘅時候將拐杖同一件衫留低咗。我話返去同佢攞，佢對我揮揮手話：唔要啦，我唔想用啦。因緣生案，南無阿彌陀佛。古德云：鐘不敲不鳴，鼓不打不響。菩薩不顯神通，凡夫不知敬仰。說話雖然係咁，但係我輩須知，福德難出輪迴，神通不礙生死。佛菩薩不以神通度人。楞嚴經云：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圓明寺始建於今代，有將近800年嘅歷史，明清民國都有重修。賢公講起佢80幾年前到圓明寺參學嘅時候，道場非常興旺，有常住僧眾200幾人。寺院喺文革中遭到破壞之後，一直俾學校佔用。當初印榮法師發心恢復道場，其中嘅不易，末學曾經親為見證。印榮法師克勤克儉，真修實幹。末學喺2012年夏天去圓明寺探望賢公嘅時候，曾經親眼見到老和尚將一嚿斷石搬到去牆腳。印榮法師所陳諸事應屬不虛，望十方仁者珍惜善用。南陽義烏念佛堂嘅劉鳳芝居士講起賢公嘅一件往事。有一日朝早，
劉居士見到香爐裏邊有好多香籤，就喺食早餐嘅時候，好奇咁問老和尚：點解裝咁多支香啊？老和尚話：天機不可泄露。劉居士更加好奇，就纏住老和尚，一定要話佢知，而且保證一定唔講出去。老和尚先至同佢講：我睇到滿天都係阿彌陀佛啊！有好幾個人同末學講述研功神通感應嘅事，末學一概未錄，因關乎神通，多言無益，欲顯其智，反似近擾，所以末學提醒大家，不必過多關注研功示現嘅神通遊戲，應多致力於學習老人家嘅德行智慧。唐代大德有東土維摩之稱嘅龐允居士有詩曰：未識龍功莫說諸，識諸言說與君殊。空拳只是嬰兒信，豈得將來誑老夫。